1986年史上最精彩，球王定天下。1986年世界盃注定係一屆不平凡嘅世界盃。呢一屆決賽周原本係由哥倫比亞主辦，但係呢個南美洲罪案大國因為經濟問題而放棄主辦，結果由墨西哥接手，令到墨西哥成為第一個兩度主辦世界盃決賽周嘅國家。不過墨西哥喺決賽周舉行之前8個月遇上大地震，造成數千人死亡同埋無數財物損失。墨西哥唔單止及時振作，仲舉辦咗一屆可以講得係歷嚟最精彩嘅世界盃。結果馬拉當拿好似天神下凡一樣，率領阿根廷擊退一眾強敵奪冠，正式確立球王地位。喺跟大家回顧馬拉當拿封王之路之前，必須先講一下其他球隊喺呢屆比賽如何為全球球迷獻上一場幾乎接近完美嘅足球盛宴。分組賽階段最令人驚喜嘅係第一次打入決賽周嘅丹麥，雖然係決賽周初哥，不過丹麥喺艾基亞同埋盧特勒等名將踢出華麗進攻足球之下，一舉將蘇格蘭、烏拉圭同西德打到潰不成軍。3場分組賽全勝，獲得小組首名，甚至令人諗起1974年第一次踢決賽周就有機會挑戰冠軍嘅荷蘭。但係喺分組賽贏得掌聲，令到丹麥衝昏頭腦，喺16強被禿鷹布達堅奴獨取4球，以1-5慘敗喺西班牙腳下，倉皇結束世界盃之旅。至於分組賽最令人失望嘅球隊，相信非上屆冠軍意大利同埋英格蘭莫屬啦。意大利雖然有大部分1982年冠軍隊成員在陣，但係佢哋已經不復當年勇。上屆大顯神通嘅羅斯，甚至徹底淪為冇上陣機會嘅後備。意大利幾乎只靠阿杜布尼獨力支撐，先勉強打和保加利亞同埋阿根廷。喺最後一場分組賽小勝韓國，先攞到小組次名晉級16強。但係喺16強，意大利面對如日中天嘅法國，喺柏天尼輕描淡寫之下，就輕鬆結束意大利爭取衛冕之路。英格蘭喺分組賽對手只係葡萄牙、波蘭同埋摩洛哥，但係第一場比賽就已經輸咗俾葡萄牙，第二場對摩洛哥亦都竟然只能打和，兩場比賽都冇入波，陷入出局邊緣。表現備受英國媒體同埋球迷批評，喺非勝不可之下，連尼加及時挺身而出，喺波蘭身上大演帽子戲法，將英格蘭帶到小組次名成績晉級。波蘭一戰嘅大勝令到英格蘭徹底復活，喺連尼加梅開二度之下，英格蘭輕易大勝巴拉圭晉級8強。巴西喺蘇古迪斯、薛高同埋卡拉卡等名將壓陣之下，不僅繼續以行雲流水嘅進攻令到列強聞風喪膽，而且防守亦都比以往大幅進步。巴西喺分組賽同埋16強對波蘭全部贏波，合共入咗9球，而竟然冇失過波。對於森巴兵團嚟講，真係非常罕見。巴西喺8強遇上法國，結果雙方踢咗一場公認係世界盃史上其中一場最經典嘅賽事。當時唔少球迷都嘆息呢場比賽並唔係決賽，縱然比賽喺酷熱天氣之下進行，雙方都係大打進攻足球。巴西先由卡拉卡打開比數，阿天尼喺半場結束之前為法國追平。白比利薛高喺下半場後備上陣，一上陣就送出一個精彩嘅直線傳波，可惜俾對方門將犯規，並獲得主射12碼嘅機會，可惜佢竟然射失，令到巴西錯失再度領先嘅好機會。結果雙方大戰120分鐘之後仍然打和，要用12碼決勝。雙方嘅主將蘇古迪斯同埋柏天尼都竟然射失，不過巴西喺第5輪有施薩亦都射失，法國嘅費南迪斯就順利射入，結果法國將巴西淘汰，連續2屆比賽都打入4強。法國喺4強遇上越戰越勇嘅西德，雙方喺上屆4強踢咗一場經典嘅賽事，但係因為法國喺8強已經耗盡體力，所以根本無法招架西德嘅防守反擊戰術之下，再次被西德打敗，錯失爭冠機會。阿根廷對英格蘭係另一場被列入經典嘅8強戰。由於阿根廷同英國喺80年代初期嘅福克蘭戰役交惡，因此雙方都視對方為死敵，令到呢場比賽未踢就已經充滿緊張氣氛。結果馬拉當拿成為呢場比賽嘅唯一主角。經過戰況膠着嘅上半場之後，馬拉當拿喺下半場6分鐘就以經典嘅上帝之手為阿根廷打破僵局。
由於當時仲未有 VR 協助球證執法，所以球證嘅個人決定令到阿根廷取得領先。不過馬拉當拿喺4分鐘之後就令所有責備同埋質疑佢嘅人亦都甘拜下風。佢喺後半場攞到波之後，竟然扭過英格蘭門將同埋5名英格蘭守將，為阿根廷擴大領先優勢。呢個被視為世界盃史上最佳入球，徹底打倒英格蘭。雖然連尼加之後為英格蘭入返1球，但係阿根廷仍然以2-1勝出。連尼加嘅入球只能為佢帶嚟金靴獎嘅榮譽。英格蘭就喺8強出局。呢場8強亦都係當屆唯一一場唔使用12碼分勝負嘅比賽。阿根廷喺4強遇上黑馬比利時，結果馬拉當拿再次梅開二度，輕鬆咁將阿根廷帶入決賽，同西德爭奪冠軍。由於馬拉當拿實在太勇猛，所以西德當時就派專人凍結馬拉當拿，唔俾馬哥有任何攞波嘅機會。就算佢攞到波，當時擔任西德執行教練嘅凱撒大帝碧根巴華亦都指明要幾個隊員立即上前招呼佢，務求令到馬拉當拿徹底封印。西德隊喺決賽盡咗佢哋所能，縱然落後2球，亦都能夠追和。馬拉當拿嘅活躍程度亦都比之前比賽減弱咗好多。但係當年嘅馬哥實在太犀利，佢只需要1個機會就為隊友貝魯齊加送上致命助攻，結果阿根廷以3-2贏波，第2次攞到冠軍。馬哥自然成為呢一屆比賽嘅金球獎得主，令到唔少老球迷相當懷念1986年世界盃，又喺馬拉當拿封神之下落幕。馬哥同埋西德嘅恩怨情仇一直延續到下屆世界盃。